瀕死狀態嘅真相原來係咁㗎，有住上千個案嚟到去見證住靈魂嘅存在，所以靈魂真係確實存在㗎。Dr. Peter Fenwick 佢表示，好多臨近死亡嘅人能夠回憶起自己從上方睇到自己嘅咁樣嘅情景嗎？仲有大量嘅研究探索咗臨終體驗嘅人報告嗰種身體脫離啦、精神啟示同埋強烈情感嘅呢啲事件啊。科學家們目前已經收集咗幾千個經歷過臨終體驗嘅人嘅證言啊，當中更加係嚟自於唔同嘅語言啦、背景以及宗教咯。Dr. Fenwick 佢堅信瀕死體驗嘅描述提供咗人類靈魂存在於大腦之外嘅證據啊。事實上啊，聖經一早已經確實咁記載住靈魂真嘅存在啊，有靈體生活嘅世界靈界噶，靈嘅模樣同埋形狀好似肉體一樣，有住擁有肢體嘅形體存在，唔會好似肉體咁樣會老去啦、生病、死亡、腐爛、消失，而係會永遠存在嘅。如果想了解更多，歡迎撳下面嘅連結，足版重溫有關影片啦。